林好买中元节已经举办20多年，这活动是愈来愈精彩，普渡是愈来愈热烈。今年总共有8区要来举办15天的活动，欢迎大细汉朋友做伙来参加，嘛互好兄弟啊度过一个欢乐的中元普渡。 安庆国小学生用精彩表演来为这摆活动起鼓。今年好买店中元节已经正式开始啊！有美食刀脱音乐会等等精彩节目，和普渡是愈来愈闹热。咱的七夕情人节和咱寿环境的灯光秀吼，这是咱的主秀，欢迎大家来好买佚佗。 好买中元节已经办超过20档啊！在全国中元普渡活动中，有百家人揽好买称呼。 县政府希望将这个文化活动加保存落来。我们也希望未来针对无形文化资产的一个部分，也来做一个就是评估。那也希望这么好的一个在地的一个民俗活动，可以透过无形文化资产的保存，再延续下去。 好买中元节是一年一摆重要的民俗活动，希望讲透过闹热的庆祝，祈求平安，嘛欢迎全国乡亲做伙去参加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